咱的全中国 ，everybody， 皆さん ，and all China， and the British International。你会当讲台语就好，台语、闽南语、闽南语 ，OK？ 福建，咱带来卡了的佚佗意思。是。十家小歌手。是的。要来唱一首的歌名叫做。阿娘，喂！你话真紧的，你。我都习惯了你。你讲我班里你别再我讲。来，咱来邀请咱的我们的10家小朋友，掌声鼓励，谢谢，很可爱。来，雅雪好可爱哦。刚好你祖囝来啊啦，外口的。你也要叫。阿爸叫了，有红包。无，你都哥。我问你，最简单问题，你感觉嘉禾叔叔较缘投，还是嘉禾哥哥较缘投？嘉禾。哥哥。好，哥哥，你讲嘉禾哥哥较缘投就对了。恭喜你，掌声啊鼓励，吹落去哈，带来歌声。妈妈，叫你也保重。来，妈妈，谢谢来。来，婆声啊，吹落来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福建晋江的蔡雅雪，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《妈妈》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小朋友，给他献出来颁奖，我来媲美姐给颁奖哦。来，一雄，掌声鼓励。感谢阮家的大哥哥、大姐姐给我们颁奖，漂亮的姐姐，谢谢你，给我们掌声鼓励。咱叫姐姐，唔知有颁奖无？你无？我无。哥哥买单颁奖哦。用心给高高温调，记了梦在一的光，希望家人做好行。啥人为
雪，妈妈甲你保管这册字，妈妈甲你保管，你安尼哦，幼幼，爱栽培到大学，就是，你偌辛苦，你毋知？哎呀，真正的。来，妈妈甲你保管者，我那共款细大龄啊了。啊，袂使啦吼，袂使，大家拢爱看。你还没有嫁一个？啊，这谁家？到今嘛。幼稚园吗？幼儿园。没有读书啦，你看好可好辛苦了。我有读书。我有读书，讨厌。你等下讲话去有囡仔赢，你看欢喜。是的，感谢你哦。谢谢我们的雅雪。好的。谢谢你。来，跟着妈妈一起走下去。1、2、1。继续，要甲咱做邀请，真正做无简单呢。我的海滨啊，我的雨涵，做辛苦的。你连妈咧，敢若是30外岁。唔是，因做辛苦的啦。因这吼是这个全国泉州哦少儿组第2名。哦，少儿组哦。啊，搁有这个吼电视艺术奖。哦。足厉害，冠军。专门咧表演艺术的。啊，两个做辛苦，你敢知？艺术有足侪种。真正做辛苦的。对，艺术有足侪种，拍照的。嘛有。对。啊，动画嘛有，动感的嘛有，因两位性感的嘛有。为着要唱歌，这条作歹行，你毋知？什么歌？拢去买物件。安尼可怜。要靠香糖无？无爱啦。啊，要买物件做？无爱啦。你再买。啊，落去啦，来介绍。来介绍哈，来物件做要无？来物件做。来，有人要买无？10块。无人要买可怜来。啊，无糖啊嘛袂歹呢。无啦。无爱呢。看公党的要买无啦？嘿。我捧场无啦。捧场一个啦。哎呀。10块诶。有讲好啦。这水。啊，这嘛袂遐袂讲有买你就讲水啊。遐嘛袂拢卖。来，啊，毋过咱嘛是要看咱要爱什么话，要爱看阮的小歌手敢唱歌台。好，来，介绍阮的小冰冰。海滨同学。海滨。啊，个阮的雨涵同学。来，好，这2位。来2位。这目前伫大陆足球。这2位我爱讲哦，情侣搭档。对，伊讲伊要等我20档啊，真的啊，伊叫我等伊20档。你好。是的。你好。你不是叫我等你20年吗？你好。你讲北京话儿，还是讲一个闽南语会通？听无。是你妈在听无？在说你在叙述里边就是安静点，你们买。Yes, good. 你咧较歹好问一个啦，一个你也饭饼啊饼啊看卖啊。阿斌，嘿。你的鸡肠啊有偌长，拖拖有。你几岁？你几岁？哈。13岁哦。哦，这较好问啦。这袂歹这，佮问一个问题足简单的，我叫嘉禾，你感觉嘉禾叔叔较缘投啊，嘉禾哥哥较缘投？做噪声的。你也看，这囡仔袂讲白菜，你知来，来，啊这款你会当下这种奖品。这作战呢，这赞。你妈体拢超生诶。你乱来你啊！这宝贵呢，我好诶。你抗3档诶。来，阮的永斌吼，啊个阮的小韩。小韩。哈。小韩。哎呀。这情侣啦，情侣。你也无问看今年几岁？今年几？哎呀，唔甲我讲啊。6岁。哈。几岁？16岁哦。6岁啊！6岁。6岁。啊，阿斌，恁两个敢是情侣关系？是啦，恭喜啦，恭喜好，是就好啊。啊，当时要结婚。哦，讲20岁要结婚，安尼好，要唱什么歌？暖暖当海话。暖暖当海话。啊，你也拍拍来，谢谢，来谢谢。咱你哥哥姐姐赶快红包的伞拿起来，好嘞。那颁奖的是穿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福建晋江永和的陈海滨。大家好，我来自福建的张雨涵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《暖暖当海话》，感谢大家。噗的情歌，我手里来弹，唱到海边，传到山顶。热撇撇的情歌，不免甲袂断。春风吹来人生活，山冰水秀暖暖当海花，海路高桥明明，北开几山。都真兄，小会乱是犯糟糕，俺有些温泉，你呀，江水畔，你呀，江西行。
来颁奖，掌声鼓励我的妹妹姐姐，姐姐来，叫姐姐，叫姐姐，姐姐好，姐姐，啊姐姐，啊姐姐，嘿。这喷噗的金瓜，我手里来弹。嘿嘿。唱到海边，传到山岭。颁奖，颁奖。哦，过来猜啦，妹妹，过来猜啦，哦。嘿，金代表。来拍照，谢谢。三面水是乱乱当海花，海路过前面，北开开山走火车，等你的杜真兄。社会乱世犯糟糕，阿兄西运大，伊呀当作伴，伊呀当地有听着你的声，我向我煞拼。叫起有步甲你念小我。马路的真歌，调调唱袂煞，就来啉着心开活。雨涵今仔日真欢喜来到台南，大家做伙献上所有的乡亲，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大餐真感谢大家。好啊，写出一个。这拢唔捌记哦，唔捌记哦。我的雨涵。三面水是乱乱当海花，海路过前面，北开开山走火车，等你的杜真兄。社会乱世犯糟糕，阿兄西运大，你呀当作伴，你呀当地来颁奖，颁奖，谢谢你。我煞拼。谢谢姐姐。有步甲你念小我。马路的真歌，调调唱袂煞，就来啉着心开活。哎，谢那个谢。海滨，那个雨涵。乱当海话，感谢大家。哎，谢谢，来感谢咱的雨涵跟咱的海滨。哎呀，好，谢谢你哦，好，谢谢。咱安尼对的精如，生了伤早，真正的，嘛生了伤早，这真正赞的。打生脑济安尼看偌好，你看这安尼细只，收真趁咩？几啊千，啊，恁个遮大只，啊，安尼竟然无半张，气死人啊！唔知要安怎较好，嘛不是啦要紧啊。伤早生这个啊！做喏，长江后浪推前浪。是。的，哎呀，雨涵不简单青出于蓝胜于蓝。 ，6岁还不识字。唔捌字，当唱歌，继续来后声这位。这个这我得一你赞，改。这个我可以。这个也哈。这个叔叔可以。嗯。我可以。叔叔安那？叔叔要安那？叔叔会当好啊介绍，来好邀请咱的哦参加全国金蛙奖歌唱比赛。您一定要这样吗？她是呢第1名的，叫做我们的静雯妹妹。静雯，你叫妹妹哦，啊，我叫什么姐姐是啊？我不知道，我问她就知道。来，好来好，下各位姐，来我们的陈静雯。是的。现在做小姐啊啦。对哦，这阮家合作爱这边的啦。阮查囝哦，阮查囝啊，总5生会过，这家己查囝，这生会过。请问贵庚？啊，不几岁啦？几岁？哎12。 17，您看看17 17岁，你看，你真是看好，啊，真这的是。个遗传到爸爸的优良的这个血统。跟你什么关系？不然好，我问你，你是很聪明对不对？这个叫南平，我问你一下哦，看清楚。是的。南平大神还是南平姑姑比较漂亮？南平姑姑。气死！你好棒哦，真的，我们的这个静雯呢就是聪明。好的，带来的歌曲好听的是。 妈妈，你无对我讲。好来，听看我们的展演，来，拍帮我姐来。谢谢，我们静雯。这家好一下啦，这个吼。家己查囝好不？哎呀，太查囝。
这个，因为他希望我们妇女党同台一下，再度镁光灯闪一下，来，翕一下胸，抛下吹一个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这样呢，好康就加好啦，真正安尼。他说要多访问你。这个碟对，他遇到17岁的，他就欲罢不能。啊，拄着我这27岁安尼吼，伊就什么都不能。你有听到姑姑比较漂亮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那轮配是安尼啦，系啊，阮两个差10岁尔。在咱台湾吼，他就是那个轮配无。啊，无你唔是你问饭档诶，阮两个差10岁对唔对？哦对啊，伊嘛拢讲对。你白差，莫讲白差。真正，做人袂使白差。伊嘛拢讲系啊，对啊，系啊。你的地位遮悬，袂使讲白差。是的，是的。你讲无。讲你阿哥，你讲你阿哥唔对。真正安尼哦，小龙女，小龙女，你们听到？那我就是杨过咯。和美送参天。幼稚，切唔对。杨过是很幼稚的。还要断一支。来，我们唱对条歌。那个妈妈，你无对我讲。导播听不清楚了，再讲一次好吗？你声音好听，再讲一次。再讲一次啊，你说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福建晋江安海的陈静雯。是。我带来好听的歌曲，叫做《妈妈》，你无对我讲。来，大家破声鼓励一下，来，谢谢。
姐颁奖，姐姐颁奖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谢谢。哎，各位哥哥也可以颁奖哎。谢谢。哥哥也可以哦，哈，不用客气。你家己查囝，感谢你。妈妈，你交代的话拢有听，人生的路途，阮都无小心行。妈妈，怎样你要记对我讲？爱情的路真歹行。害我为这心痛痛，情海有情伤这半。谢谢大家。来，谢谢我们美丽的小文文，谢谢你，掌声鼓励，谢谢你。非常的开心。有好看无？好听无？有啦吼。这优秀学生什么人？我唔知怎样教的呢。安尼哦。迄老师太厉害。真正安尼听讲吼，听讲伊这个老师吼，足爱去黄昏行着黄昏桥。安尼嘛。摇，啊，佮走去江边，佮走去江边呢。是啊。江边嘛创啥？还是对一个啊？到底是对一个啦？对搭。对一个啦。走去倒啦？对一个啦。啊。阮的美曲老师。阮曲啊啦。曲啊你。曲啊你倒来。来，老师啊，老师来，老师来，老师来，老师，咱的同学吼，要甲你感谢啦。来，好噶，台湾老师。你人89来行紧，对家啦。老师，我想要借问老师的本姓是，伊姓啥？我跟你讲哦，老师，莫讲台语。我跟你讲哦，你姓啥？我讲，你讲我的姓的时阵吼，你离我较亲音咧，那无我就甲你争。好噶，老师先生。干什么？不是啊，老师的先生姓什么呢？姓陈。哦，那好，那不是陈。陈简老师啊。陈简老师，对，陈简老师。有，我刚才无记了姓爱的。哦。你莫个讲啊，我讲。爱，谈爱真嘅，你爱啦。爱老师。你毋知伊的风单歌叫倒一条，有无？有无？知影无？黄昏桥你也看，妈妈最知影。啊，搁有无？感觉是。啊，什么？龙地哟。那这咱简美雀，他说我现在学生，拢是咱简老师，会当讲呢，一手来给咱栽培。来，再一次呢，给咱简老师拍波啊，姐好不？来，简美雀简老师，感谢大家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好厉